有業者要佇南投埔里西樹葉廢棄物掩埋場一個申請案，南投縣的環評委員今仔是駁回這案。環保局嘛表示講，業者一直攏無報警，嘛無依照規定來開說明會，佮加上埔里的民眾反對所以駁回這個申請案。南投有民間業者穩捷公司打算要至南投埔里鎮麒麟里開發大約24.6公頃的樹葉廢棄物掩埋場。不過，這是南港溪水頭的水源地，離淨水場提水口只有1.4公里，在地人就煩惱會污染水源。南投縣府嘛一擺召開環評審查會，指出業者無補資料，而且嘛無辦理公開說明會，最後駁回開發案，環評無通過。因為這個開發單位允捷公司無佇咧今年的3月15號進前來提送相關的修正資料，無去現場開說明會，所以我們依照6月22號的環評決議，將這案件來駁回。埔里水源為咱中央山脈遐過濾過上清氣的這個水駁回的時候，就是代表着咱埔里的這個民意受到咱的縣政府的重視安尼。針對穩捷公司申請要起廢棄物掩埋場，現此時縣府駁回申請，民眾雖然小可安心，不過民眾嘛是驚業者換一間公司名過來申請。伊嘛有可能應改公司名，也是甲面積縮小，但是我想，因這個公司一定有感受到咱埔里鎮的這個鎮民甲所有民意代表的心聲建請伊愛去找別個所在。機關表示，這個開發案只是臨時頂面駁回，業者閣會當提案申請。埔里鎮長講，因是希望南投縣府以無應該開發實質駁回，較會當守護埔里的水源甲產業。記者安修南投報道。